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目睭看伫果，脚踏伫火。这句俗语伊字面的意思是讲，你目睭在看人生内底当在吹的果，看起来真好食款，喙烂强要顶落来，煞无去注意到柴火会走门落来，一脚甲踏落就受伤啊。现代人有一个歹习惯，就是行在路里，哪行哪看手机啊，拢无在注意四颗位仔的状况。敢知安尼做实在是真危险。较无严重的，加加是踏着狗屎，也是跋到空骹翘。若较严重的，去互车弄着，是会失去性命的。搁较免讲赛车的时阵用手机啊，是偌尔恐怖的代志。所以这句俗语是要劝人做代志，毋通干那看到眼前的好处，煞袂记得可能会发生的危险。咱在做任何代志之前，也是爱观前顾后，才袂失觉察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